桃园市长的选战，张善政早起已经去登记参选。针对于当时做一间公司副总的时阵所做的5700万的计划，是不是有讲抄袭？农委会将要成立专案小组开始来调查。张善政来回讲无弊端，所以唔惊调查。伊讲伊嘛会到法院去告郑文彬甲郑文灿外乌。没有什么弊病的话，就不怕什么调查。讲话上自信，国民党桃市长参选人张善政面对农委会要来调查伊主持的5700万计划，根本涉嫌抄袭。伊讲唔惊检验，今日下晝嘛已经登记参选。我不回避，也不闪躲。农委会当年主席室的主管已经退休了10几年，人在美国，也透过脸书来发表曾经的叙述。我们会到法院去，对郑运鹏委员、郑文灿市长提告。张善政嘛伫让面册铺文，讲团队2007年开始到举办座谈会、发电子报，各相关计划成果报告33份。2008年，团队完成再份国际通信科技的报告，参考日本和荷兰的农业规划，嘛推动农业科技化，推出生产理念，互民众当了解农产品的原产地。针对计划根本涉嫌抄袭，农委会嘛开始调查。那这些疑点之后，我们就会尽快的组成专案的委员会，那在这委员会里面有必要的话，我们也会请当事人来说明。那我们会尽快把这样的一个结果，那依照相关的程序规定来对外做说明。农委会科技处长王树贤嘛讲，当时的计划有其中计划报告，伊会找相关专家合作判断，厘清代志真相。总是到年底选举，一直拄到抄袭的代志，互选举规个总走争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